人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焦挂先。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下字这个词。下字汉字写作下字，罗马字写作呵的呵，子一字。下第7条，字第3条。下字是一冬内面日时上长的时，这个时阵黄霜啊雨已经落雪，完全是热人的天气啊。气温称悬，有一句俗语讲：下字爱食唔爱去，就是讲这阵天气变热，人就会变面单。过来嘛，因为对流紧。过到时啊，定会落西北雨。人讲西北雨落袂过残花，就是讲这种雨连绵来连绵去，落袂久。有时阵要出门，看到咧落雨，雨满才穿好，出门雨就停啊。这个季节定定会有风台，人讲夏至风台就出世，就是讲夏至了后，风台就会定定来拜访台湾。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，风台天就乖乖啊踮厝，唔通四界拍拍走，安尼真危险。救啊！这气行到夏至，山野是当咧大出。俗语讲，望景夏至，山野落地，就是讲山野到这个时节。是上好食的在藏红的，因为咱台湾南北气候无同，夏至的时中北部的稻啊要咧收成，所以咱会讲夏至早暗季。不过南部收成较紧，已经开始个播新一期的稻啊，所以会讲夏至经济交气，流夏至。夏至爱食唔爱去，西北雨落袂过残花。夏至风台就出世，望景夏至山野落地。夏至的时阵出门做事，也是出去佚佗，爱记哩加啉我滚水哦，唔通掉山呢。咱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